不好意思啊，您找谁？刚刚进去那两个孩子啊，他俩住同一层，小情侣可亲密了。看到弟弟。谢老师，喂，谢老师。打开工作邮箱。哦，好，您稍等啊。对不起啊，季老师，那个我回来晚了，没有看到您发的邮件。不是，这个时间。
慢啊。30分钟，刚刚好。进来吧。张总员干嘛？担心我吃了你啊？